今日要講嘅故事叫抱抱。呢一日，森林裏面有一隻黑猩猩仔，佢一個人喺度走嚟走去喎。佢見到大象媽媽同大象 BB 攬埋一齊，佢就指住話啦：抱抱。佢又見到蜥蜴媽媽同蜥蜴仔仔攬埋一齊，佢又話抱抱啊。佢仲見到蛇媽媽同蛇仔仔翹埋晒一齊，抱抱啊。但係大象媽媽同大象 BB 就覺得猩猩 BB 好似有啲唔開心喎。大家跟住黑猩猩 BB 一路行，見到佢頭耷耷眼濕濕咁，好似有心事啊。於是大象媽媽就用佢個長鼻哥托起咗黑猩猩 BB 問啦：BB 你係唔係有咩唔開心啊？黑猩猩 BB 話：抱抱。大象媽媽心諗：黑猩猩 BB 一定係掛住自己嘅媽媽啦，等我帶埋佢一齊揾下先。於是佢哋嚟到咗草原上邊，見到咗獅子媽媽同獅子 BB 好開心咁玩埋一齊。果然黑猩猩 BB 就話啦：抱抱啊！佢哋又見到長頸鹿媽媽同長頸鹿仔仔兩個條頸翹埋晒一齊。黑猩猩 BB 即刻就話：抱抱啊！然後佢哋又見到河馬媽媽孭住河馬仔仔，好溫馨咁嘅樣。黑猩猩 BB 又話：抱抱啊！睇見咁多動物仔都可以同埋自己媽媽喺埋一齊，黑猩猩 BB 終於都忍唔住大聲咁嗌：抱抱啊！大家都俾佢嘅叫聲吸引咗過嚟。黑猩猩 BB 好傷心咁坐咗喺地下，喊咗起身啊！抱抱，抱抱啊！大家都好擔心佢啊。好在喺呢個時候，黑猩猩媽媽嚟啦。BB，媽咪。黑猩猩媽媽同黑猩猩 BB 攬埋咗一齊，其他動物都好開心咁起哄話：抱抱啦，終於都有人抱佢啦！大家都明白到，原來呢隻黑猩猩 BB 係蕩失路掛住自己嘅媽媽。黑猩猩 BB 好多謝大象媽媽一路照顧佢，於是跳咗上大象媽媽個鼻度，攬到實一實，抱抱！大家亦都好開心咁互相攬埋一齊，慶祝黑猩猩 BB 揾返自己嘅媽媽，大聲咁嗌：抱抱，抱抱！媽咪 ，BB。抱抱係一個好簡單嘅動作，亦都係傳達愛意嘅最直接方法。所以 BB， 如果你係鍾意自己嘅爸爸媽媽，就快啲去抱抱佢哋啦。各位爸爸媽媽，如果你哋都錫自己嘅 BB，就快啲去抱抱佢啦。